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国内的旅游大爆发，但是拢去发到花莲、台东、中南部甲外岛，台北的饭店也是真艰难。不过即摆想出着推销的办法咯，台北才有3间星级的饭店联手来推出着城市旅游的新模式，就是坐这个游轮游淡水河，再加上住一暝，安尼2个人4500块起跳。 到干道尾头小旅行，头一站到登上游轮，体验淡水河的风景。好美哦！对啊，今天天气真好。总共2点外钟，会使沿路欣赏风景，佫会使爬去你船顶的小酒吧饮一杯。这泡芙看起来不错哎。5星级饭店的自助餐嘛有，甲3、5个好朋友做伙享受轻松的假期。 地中海邮轮啊，都有非常棒的一个餐点，蛮想试试看，没想到现在有这样子的机会了。本来预计要出国度蜜月，那就是没办法出国，所以就是先来这边体验这个邮轮。我们现在预计大概营收可以成长到15%的左右。因为疫情无法度出国，外国观光客嘛无法度来，和北部3间饭店业者联手推出邮轮加大房的旅游新模式，2人4500块，会使坐船，伫芬朗凯撒甲老幺酒店机械饭店住一暝。 五体饭店精华同款画出游轮式的体验，3到2暝，双人介绍6000有走。不过，不是真正坐船，是伫饭店内面，随时会使享受美食，搭配 VR 儿童游戏室，加适合亲子参加课程活动，拢伫饭店内营造度假气氛。疫情和北部饭店的业者同商，只好各出奇招，用国内游览弥补流失的观光客。